大家好，我係熟男大叔啊。不如我哋今日又講下一啲特別嘅嘢啊。關於一個人物啦，喺營養界呢，其實有好多特別嘅人物嘅。咁其中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就係一個由研究員呢走到去幕前做咗而家喺當代營養界一個好重要嘅 KOL 啦。佢個名就係 Christopher Garner 啦。咁其實佢而家就喺 Stanford University 度做一個教授嘅。咁我陣間我會講下佢嘅生平事蹟俾大家聽下。Christopher 咧係一個美國嘅知名嘅營養學家啦，咁佢而家喺史丹福嘅學校度教書啦，咁對營養啊、飲食啊、健康咧就進行研究嘅。Christopher 咧本身就喺華盛頓度出世啦，跟住佢第一個學位咧喺 Colgate 嘅大學度咧攞咗一個博士嘅哲學學位嘅。之後咧佢就去咗 UC Berkeley 嗰度咧就讀呢個科學營養博士啦。跟住之後咧，佢就開始任教於史丹福大學啦。其實佢最成名嘅 study 咧，就叫一個叫 Diet Fit 嘅 study。咁呢一份研究咧喺2018年咧 JAMA 度發表咗啦。咁佢涉及咧609名咧一般健康啦，但係有少少過重啊或者肥胖嘅成年人士啦。咁佢哋隨機分配到去一個叫做低脂嘅健康飲食啦，同埋低碳水嘅飲食。咁啊持續咗1年之後咧，探討究竟呢兩樣嘅模式咧，對體重啊同埋對代謝嘅指標有咩影響？我諗呢一個 study 咧係一個 landmark 嘅 study。佢嘅影響力咧，在於佢能夠挑戰到傳統低脂飲食嘅推薦，因為佢將低脂飲食同低碳飲食咧就結合咗一個對比啦。咁其實佢證明到咧兩種嘅飲食方法咧，都係同樣地可以令到減低體重嘅。咁樣呢樣嘢否定咗一刀切嘅最佳飲食法嘅存在啦。咁我哋嘅要強調嘅咧就係飲食嘅質量咧比營養嘅比例咧比較重要。其實我哋就開始奠定咗一個叫個人化嘅飲食啦，基於係大家嘅生活習慣啦。咁啊，我諗呢項研究最大嘅發現就係我哋而家冇所謂嘅最佳飲食法。只有咧最適合自己同埋最能夠長期維持嘅一種飲食法啦。如果你發覺你嗰種飲食法係可以長期堅持、長期好似同你嘅生活結合喺一齊嘅，咁呢一種就係最佳嘅飲食法。Christopher 嘅研究成果咧，對美國心臟協會咧 AHA 咧嘅政策咧產生咗深遠嘅影響啦。咁啊，佢有份幫手 AHA 咧就參與呢個委員嘅工作啦。其實喺2020年咧，其實佢就參與咗一個 AHA 嘅生活方式咧同埋代謝委員會啦，擔任呢個委員會嘅領導工作啦。佢2021年咧 AHA 嘅飲食指導咧就發表咗一個科學聲明咧，佢評估咗好多現今嘅一種流行飲食啦，譬如地中海飲食啊、DASH 飲食啊、素食啊，對心臟血管嘅影響啦。同樣地，佢明確指出咗低碳水飲食咧係不符合心臟健康嘅標準啦。不過佢都好尊重呢啲低碳水飲食嘅人士啦。佢其實都覺得低碳水飲食有佢嘅好處啦，但係長期嚟講咧就未必話適合健康嘅。咁之後咧，其實佢自己咧就 advocate 咗一個叫做 Foundation Diet 啦。其實呢個 diet 嘅原則咧，其實好簡單嘅啫。第一件事就係 whole food 啦，全食物啦，以植物性食物為主啦，大量攝取呢個蔬菜啦、豆啦、堅果啦、種子啦、全穀類嘅食物啦、水果，減少精緻嘅穀物類同埋一個添加糖啦。咁無論個食物嘅形態如何啦，如果佢係一個精緻嘅澱粉質啦，或者係一個精緻糖咧，咁希望你大幅減少啦。第三個就係希望有適量嘅蛋白質來源啦。咁蛋白質嘅來源咧，可以最好嘅話咧，都係屬於一個植物性蛋白質啦，譬如啲豆類啦。咁啊，動物性蛋白質佢都可以食嘅，但係如果譬如可以揀魚啊、海鮮咧，少量嘅瘦肉咧都係可以嘅。第四個就係健康嘅脂肪。健康嘅脂肪咧，就可能係屬於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啦，或者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盡量用植物油去代替呢個動物性嘅飽和脂肪啦。咁但係當然佢最後咧都係尊重翻個人化嘅選擇嘅，佢就根據翻個人嘅健康狀況啦、文化背景啦、生理需求啦，可以調整你自己嘅內容嘅。加拿佢自己明確指出咧，其實如果你根據以上幾個大核心嘅原則咧，其實大部分75% 嘅營養問題咧都可以解決嘅。當然一啲極端嘅營養飲食形態啊，譬如啲生酮飲食啊、低脂嘅素食咧，佢都會尊重。但係大部分咧，如果你可以跟翻呢個方向去做你嘅極端飲食嘅形態咧，都係可以。
Christopher 另一個代表作咧就係佢主持喺一個 Netflix 嘅節目啦，咁啊叫做雙胞胎研究飲食啦。咁啊2022年咧佢呢個實驗咧就喺斯坦福大學度進行啦。咁2023年咧喺 JAMA 嘅 Network Open 嗰度咧就發表咗呢個學術嘅文章啦。佢研究對象咧就係22對健康嘅同卵雙胞胎。咁咧有一半人咧就會用純素嘅飲食啦，另一半人咧就採用好似人類嘅雜食嘅方向啦，遲早都8週啦。咁咧純素嗰組咧就主要都係食植物性嘅食物為主啦。咁啊雜食咧就好似食蔬菜啊、全穀類啊、豆類啊，同埋加入肉類啦。咁頭嗰4週咧就由研究團隊咧配餐嘅，咁之後嗰4週咧就自行食嘅。咁隨住自己嘅即係各個參與者嘅喜好去食啦。咁之後咧就收集咗啲生理指標啦，譬如包括佢哋嘅血液啊、糞便樣本啊，研究佢哋嘅心血管狀態啊、代謝啊，同埋腸道微生物嘅變化啊。呢個 study 最優勢咧就係其實佢可以揾到22對雙胞胎嘅設計優勢啦，因為其實利用基因相同嘅雙胞胎咧，佢排除晒遺傳啊、同成長背景嘅干擾咧，證明飲食咧係可以好明確地影響我哋自己嘅心血管嘅健康啦。個 study 主要發現到咧就係如果我哋喺純素飲食組裏邊咧進行啲8週咧嘅純素飲食咧，個 LDL 大約可以降低10至15%啦，胰島素降低咗25%啦，體重咧減咗3%啦。咁同埋個飲食咧依從性都可以好高嘅。就算雜食類嗰組咧，其實都有改善嘅。其實主要雜食嘅食物係多蔬菜啦、全穀類啦，減少精製糖啦，選擇啲優質嘅蛋白質咧，其實個健康指標咧都同樣進步啊。但係當然純素組咧比較明顯啦。我自己嘅睇法咧，係咪話睇完呢個 study 之後咧，就要純素啊，一啲肉都唔食啊咁嘅情況呢？咁其實我諗，如果你可以嘅話咧，你就盡量做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諗最後Gardner其實都講得好明顯，或者佢都好 advocate 一樣嘢，就係你自己個人化嘅選擇啦。你自己個人如果覺得嗰樣嘢係可以持續嘅、行之以久嘅，咁你就繼續咯。你如果可以行之以久純素嘅，你咪純素啦。但係如果唔係喎，你都想食肉嘅。其實我哋都好 open 話可以食肉嘅，咁但係個質量啊，各方面就要自己挑選咯。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歡迎大家讚 like 啦、share 啦，同埋 comment 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系列嘅，咁我又可以做多啲啊。拜拜。